明年的元旦开始，基本工资搁来调起，月薪增加到28590块，时薪是190块。这个基本工资虽然是连续9年来调起，但是民众讲无啥感觉，因为物价嘛一直咧增加。若头家人人事成本的压力搁较大咯，就要想办法加赚减开。为做这个牛肉放伫巷路，互人看甲嘴软插插甜。服务生伫边仔服务，互人客食好了嘛真享受。每年元旦开始，员工的薪水有机会调较悬咧。一个月基本薪水为27470块，提悬到28000块。一点钟的薪水是对183块起到890，劳动部估计大概有257万多工会起薪水。实际甲算一下，一点钟的薪水加7块钱，若是做3工的人，一礼拜上3工班，一工做8点钟，一个月大概672块。高3的时候可能150、160吧。虽然就是打工费提高，但是你其他地方的整体的开销其实就是大家也都在调涨啊。对于民众来讲，薪水寥寥调悬，感受上未想明显。杨哥对头家来讲，人事成本的开销，这压力就大咯。人员的薪资，大部分来说都会在每小时兼职薪资都会在200块以上。那当然，在因应涨幅之后，我们自己也会自行再调涨，人事成本大概会成长7到14%。那呢，劳保的费率为12%调到12%高，劳工每个月需要负担的劳保费用加58块，头家是加195块。虽然薪水提悬，用个钱愈来愈薄，民众趁袂负人开，这才是大家上大压力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